我叫山海肥野啦，道名係我自然名嚟嘅。咁山海肥野嘅意思係咩呢？我係一名遠足領隊啦，同埋一個潛水導遊啦。咁會上山下海嘅。我開創咗一間叫大自然療癒及保育協會啦。咁純粹係想幫助下呢個環境啦、城市啦，同埋城市人嘅精神健康問題啦，帶佢哋出嚟放鬆下咯。我而家做緊一個活動咧，叫靜觀自然啦。咁係純粹係想帶領啲城市人啊，去感受下大自然啊，同埋認識生態保育嘅。你自己唔揾位嘅。咁咧，我想你哋一陣間透過密語去問大家嘅出生月份，由1月至到12月，上次就咁樣排嘅，但要透過密語去問喎。咁排條一條直線就得㗎啦。大家知唔知香港有咩野生動物？我呢度咧啲紙仔咧全部都係野生動物嚟嘅，當中係有香港曾經有嘅野生動物啦，哺乳類啊，或者現時有㗎啦。我俾大家5至10分鐘時間去沉思下，你哋可以點樣用密語做翻個動作出嚟，俾人哋估到你係扮演緊啲咩動物咧？係啦，咩名？赤徑。徑係。香港有邊個山同狐狸有關啊？狐狸叫，有冇聽過呢個地方？以前葵涌咧和宜合道咧，以前有個名叫狐狸峽，嗰度係好多狐狸嘅。不過城市發展啦，咁消失晒啦。古代嘅香港其實係一個熱帶雨林，其實有大笨象啦，有紅人啦，曾經有鱷魚添。咁啊，呢條路咧係平路嚟嘅，不過好多沙石，可以感受下。咁啊，個人建議你可以赤足又得，着鞋又得，冇所謂嘅。咁咧，一陣間我行咗先啦。我要求大家咧係靜嘅，係啦，完全唔講嘢㗎啦。當我行到唔見咗我啦，見我唔到啦，見唔到個肥仔啦，先下一位開始行。個流程係要慢嘅，可以用你哋嘅五感嘗試去體驗下，同平時行山有咩分別，或者留意到聽到啲乜嘢，去觀察下。咁咧，呢個環節咧係想大家靜落嚟，同埋仲有個任務俾你哋做嘅。嗱，而家咧入邊咧，我約咗班自然朋友嘅，自然界嘅朋友，即係啱啱所講咧，赤徑啊、箭豬啊，都會喺入邊嘅啦。係啦，要靠你哋去五感、去靜、去感受下。係咩顏色咧？佢係咩形狀咧？如果可以嘅話，用手去即係摸下佢啦。我哋深呼吸3下先，放鬆下我哋身心先。吸氣，呼氣。好，大家嘗試下喐下你哋嘅腳趾，感唔感受到佢？嚟到嘅係大腿啦，大腿會唔會有啲繃緊嘅感覺？跟住再感受下個腰部。平時我哋可能坐得多或者企得多，例如酸軟啊、繃緊啊，或者你冇理會佢嘅感受啊。佢依刻有冇話同你講有啲失落？其實咧喺今日嘅環節入邊咧，我依活動咧係融入到去我哋社會度嘅。靜觀嘅原意係想俾大家靜落嚟，覺察自己身體情緒，可唔可以放鬆到嘅？可能話日常生活我未必可以嚟到大自然嘅，其實城市嘅社區公園都可以做到嘅。